新竹永林同黄山港界的南河山有一处自然谷，保留为完整的大灰拍山崖景观。前竹科工程师吴克峰想讲环境教育非常重要。5年前，伊同5个朋友共下出钱买下为一块地，信托本枫叶保护协会来治理。去年成为台湾第一只环境信托的案例。人家自贡也结合社区力量，而同一片山崖打造做生态教育基地。顺润普陀松山，网页丰富的通知物，表现出自然谷生发的大灰拍山崖景观。睇有高高大大爱山那个新竹南河山，一只个本单是标比峰的个人。去年6月的，自贡吴克峰、吴二桥同刘秀美提交本枫叶保护协会，是美国内第一只环境教育信托的案例。所谓的比较永续性的，就是说把这样土地。它是留给所有的公民，所有的全体公民。哦，这是马告啊，就是珊瑚礁，不是海里面那个珊瑚礁，珊瑚礁。由1.8甲的山崖梯，一下变做生态教室，一只个有珍贵的推办原生山路基和上的生态学者来到亚洲研究。100万民宿就是笔筒树，台湾当时说啊，台湾用闽南语讲就是操真的，就是到处都是什么。跟林试所这些老师有合作，然后我说我们这个场地可不可以开放让大家做样区？说好啊，因为他们常常去拜托人家说你们这个可不可以让我们做调查？葡萄两片顶上看得到，唔是见怪，真欧美的生活。一批雕啊睇书拍风，杂杂细细的叶尾，竟然是一张我会讲做拍风东西的地图。叫枯叶尖鼻蛛，尖鼻蛛属的，还有枯叶尖鼻蛛，还有枯枝尖鼻蛛，还有无鳞尖鼻蛛。都是拟态很好，就是它是一个腹部的特化。自然谷也只个江线的水源，韩国系好强烈的腐养虫子，一等张的生长环境。有时候早上会做到很晚才回去，有时候尤其是5、6月那个5月4、5月那时候有萤火虫，我都会看看萤火虫才回去。用腌来的蔬菜起火，准备为人客煮饭，还会腌起山丘拍草种树的。5年前，吴二桥对伊的民业办公的上班族，变作为治理自然谷的总管。那个时候荒烟蔓草，我大概都是自己一个在这边啊，我能做多少？像那个步道，当时是我步道从这里上来，后来改在那边，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搬石头做的。我觉得那个是我朝我理想目标在走，所以我会觉得。不会觉得它是很累的。规划大策局的吴克峰用都市生意的土壤做自然谷的态势。身体那个带很多静电嘛，然后让它倒下去。一群又一群的人客，如感受得到伊对土地同生态的好意。我原先以为说，他们可能是孤立在一个山头，然后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可能别人都不了解的事情。可实际上这样看起来是 OK 的，就是说他们是欢迎人家进来的。我要更了解在地到底特色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包装。但是这个包装不是表象的，是很深入的包装，让大家愿意进来入寮坑，然后感觉到真的用心去感觉到这里的好。来，其他的小朋友呢，你们一起啦。对树那度听得到声音呢，一层一层的受伤。小朋友在子宫带领下，天天的北上为240个帆船树，在树的路上点清的太阳物，为人类同自然谷探起像朋友的口味。每礼拜吴克峰也用生态志工的身份，同枫叶协会探索许多当地小学，透过样样同教疗的方式，带学生的重新认识在地生态。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地方就是比较乡下，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的。但其实这边有很多宝，比如说人文啊、历史，甚至生态环境都是非常的丰富。头头摆是迄6个朋友想要实现环保梦，买下为1.8甲的山崖梯。5年过后，自然谷变作为在地的生态教育基地。你说我今天要走信托，并不是说啊，我今天信托之后，
它就是关起门来做，而不是其实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它只是一个点，一个出发点，一个示范点。自然局新托1周年呢，丰富嘅自然资源同特殊嘅体验，如创一处生态保护，也感通到民间体验认同，同时鼓励员工参加。枫叶保护协会大拍讲，做环境信托嘅带头者，和睇人潮同生态保护之间，爱牵出平衡嘅道理。实际上，自然局正在为生态嘅永续经营累积珍贵嘅发展经验。自然局也只个属于九林乡嘅花龙村，也5年来，自然局嘅职工吴克峰、吴二口一人，对客家乡亲感觉讲过生活的人，都更加感情好多像陆客人同样。伊唔单止对乡亲也体会到客人今天爱体嘅文化，乡亲也受到伊哋嘅影响，重新认识菜地生态。插秧一定是从右而左，由右而左。苏风哪能强势的用诶？热情嘅高人用嚟4天嘅田行呀，系新竹永林乡花龙村嘅村长，从细路睇田荒做事，伊对田球诶有特别的情感。什么？自己做起来很困难呢？所以为什么鹿寮坑人会抢救最后一亩田，就是这个技艺要传承。花龙村南北运到鹿寮乡，60人公顷嘅田球诶，田内人口晒起诺杯，而家嘅放黑的，还变做工厂，必须爱迁转头摆耕种嘅样貌。村落咧最每户咧3分人田啊，所以希望呢啲所有嘅村民头摆只有4個田咧，头摆只有中個禾其他啥咧那記憶讓他重新的回憶5年前，自然局嘅成員喺鹿寮鄉簽到一片土地落錯過後，本田興業一份愛護土地嘅熱情感動嘅，也開始結下一段守護環境嘅養分。它是一個生活的面向，它也是一個文化的面向。那我們客家的文化事實上，這種梯田事實上很漂亮，然後也找回這個在地的美感出來。吳克峰入去副局同村民共下4天，佢當時已同5個朋友4億600萬元買下1.8甲嘅山拿地，氣勢舒服。宮裡嘅客家鄉親是覺得講又有財團想要入來開發的。我到嘢神咯，鄉體冇一講嚟嘅，係咪要嘅後生人嚟賣山？感覺上真奇怪樣嗬。已經我到咧當到嘅採砂時誒，講佢哋乜嘅目的落嚟咧地方帶。然後現在去買菜問候啊，我還用客家話跟他講啊，根本就冇該菜啊。這是荒野領巾，你知道嗎？荒野領巾通常都是我們每次那個變成荒野人的時候，然後就會把它掛上。因為我講的音，他們就覺得很好玩呐、然後他們還要鼓勵我叫我要敢講啊，叫我要多講啊，然後我就開始跟他們有一些互動。除了經驗開始，我哋會開會，要請佢哋嚟參加，產品我哋會開會，從我哋社區營造、農村再造啊，就會請佢哋共下來，就嘅協助我哋。一道鄉親受到自然局嘅影響，同楓葉保護協會嘅探索，多多嘅減少農藥嘅使用。出山海里嘅鹿寮鄉5年來，已經有過250公頃嘅果園轉做有機。呢度就係觀念慢慢嘅改變嘅，最大嘅改變係乜嘅？佢哋就係從呢啲講，呢有機來耕作。希望有往這個方向發展，才能把台灣的環境保護好。是啊，這樣很重要的，這是第一步很重要。自然局嘅成員每帶輪鄉親重新發現鹿寮鄉珍貴嘅原生種植物同豐富嘅物種。生態啊、植物啊、動物啊都係不了解，係佢哋專業知識，因為佢哋荒野協會嘅，佢還有這個方面知識，佢會到哪度協助。村民會說：這個東西有什麼好看的？那甚至這個都是草吧？我都覺得這個都是寶啊，不是草啊。其實，但是要有人解說。我說它寶在哪裡？
球场轨道头摆抢用，苏婆帮妹为田球渡辛苦耕种的农民开来合作同齐也得点心，总都会有出现难得的农业景象。资源局同菜体文化结合，向下为环境来打拼，乡亲希望鹿寮乡会变做结合生态教育的新的客家庄。对外头来讲，就想不看人，想不看人。